刚出生1星期的小祖宗缓缓从阴暗面走出，这惊人的一幕让翠花目瞪口呆。而老来得子的母亲不但没有惊讶，反倒觉得庆幸。可更诡异的是，巨婴原本是前不久由公牛所生，镇长大山怕百姓恐慌，便暂时将婴儿交给无儿无女的老妇抚养。为了孩子能够长高高，老妇给他制定了非人的食谱。但老伴觉得事出反常必有妖，于是就要向警方举报送走这个巨婴。失去理智的老妇已经完全被巨婴洗脑，突然转变情绪，对相守半生的老伴痛下杀手。与此同时，翠花第一时间找到大山，叙说了看到巨婴的惊悚场景。可等他们赶到老夫家时，却再次被震惊。老旧的房子居然变成盘丝大仙的府邸，而老头的尸体也顺理成章地变成大仙的口粮。翠花细微的惊恐声惊动了慈祥的老妇，但凡想从她身边夺走孩子的人，她都会视为劲敌。于是趁他们疏于防备时猛然出手，一套高爆连击的输出将大山打得五体投地。缓过神来的两人奋力向外逃跑，但大山身负重伤，行动缓慢，难免会被老妇捕获。看清形势的翠花果断放弃同伴，准备去摇人。转眼间，翠花就带着神父和警察再次回到了盘丝洞。此时的老妇淡定自若，异常的冷静。神父欲盖弥彰与对方打起招呼，只为掩护 NPC 从后方打野。可万万没想到，老妇背后不止一个眼，仅仅一个摆臂就把 NPC 打回城了。随后又一如既往的和神父聊着天，看样子他和神父好像是老相识了。神父也看出老妇已经被恶鬼附体，并且变得力大无穷。神父健壮的身体在他面前不值一提。扭打中，老妇要求对方交出银币就会放过他们，而神父却趁其不备一头撞向对方的鼻梁。但很显然，老妇被魔气附身，不是随便就可以制服的。被逼无奈，警长只好开枪将老妇击杀。不久后，大山和老妇就坐同一辆救援车送去医院。可等翠花上楼寻找巨婴时，却发现他早就不见了，地面上只留下一副残缺不全的皮囊。与此同时，救援车上老妇竟然缓缓地起身，可这一举动大山并没有察觉。最后，老妇掏出一个畸形的玩偶，吓人的坐在大山面前，嘴里还不断地念着芝麻开门的咒语。下一秒，一只形似蜘蛛的怪物挡住去路，导致救援车突然侧翻。紧接着车门被蜘蛛一把扯开，老妇连忙说：“我的好大儿来接我了。”然后乐颠的就跟对方走了。另一边，神父感知到老妇与怪兽会卷土重来，于是带翠花来到教堂的密室，率先准备起来。看着各式各样的枪械，令翠花顿时蒙圈了。神父这老小子到底又是何方妖孽？